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2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184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第290天。前线总共记录177次战斗。库尔斯克前线乌军向库尔斯克州苏贾市一带出动空军，朝俄军阵地投掷了美国的制导炸弹，目标直指当地的河流渡口，以切断俄军的补给线。先后共有3枚炸弹命中，随即引发熊熊大火，爆炸声不绝于耳，同时伴有浓浓的黑烟。1周以来，乌军相继炸掉了库尔斯克的2座大桥，外加一个过境点。此外，昨天乌军第103旅的黑雨燕特种部队顺利攻入了库尔斯克境内，他们打败了一支俄军的小队，控制一块阵地，开始策应其他部队行动。据报道，乌克兰军队5月20日继续在库尔斯克州进行有限的地面攻击，但并未取得进展。俄罗斯军事博客作者称，乌克兰军队在特特金诺和乌尔菲诺附近进行了有限的袭击。一位俄罗斯军事博客作者声称，俄军仍无力巩固特特金诺境内的阵地格尔纳尔，也就是在苏贾西南岸附近的局势笼罩在战争迷雾之中。这个也似乎验证了乌克兰媒体说的乌军用空军轰炸这个苏贾市这个桥梁。5月20日，比尔格莱德州战斗仍在继续。未经证实的说法，5月19日，一位俄罗斯军事博客作者声称，俄军将乌克兰军队从杰米多夫卡和波波夫卡，也就是在比尔格莱德市西北部赶走，并推进到普里列斯耶以西。一位俄罗斯军事博客作者声称，乌克兰军队在杰米多夫卡和波波夫卡附近发动了攻击。俄罗斯的叫格林斯卡亚煤化工工厂发生剧烈爆炸，该厂是俄罗斯煤炭工业中规模最大、最先进的煤化工企业之一。至于是烟头惹的祸，还是乌军的无人机立下了战功，现在还不好说。总之这个最大的化工厂现在发生剧烈的爆炸。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损失了1030名士兵和1辆坦克。乌克兰军事专家说俄军为夏季攻势做好了准备。专家表示，俄罗斯已经为春夏秋攻势行动积累了所需的装备和人员。这一观点由乌克兰军队退役上校伊戈尔·拉平提出。据他称，军事行动将与冲突解决谈判并行进行，也就是俄罗斯准备是边打边谈，他们已经做好了这个夏季攻势。拉平指出，伊斯坦布尔谈判的结果对我们来说是0，但对俄罗斯来说非常有利，因为他们正在将所有人拖入谈判进程，而没有停火。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问题在于，俄罗斯人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人员、装备、火炮、朝鲜士兵等。简而言之，他们已经为春夏秋攻势行动做好了准备。我们看到这一切正在发生。他感叹乌克兰的西方伙伴在普京与特朗普接触的背景下表现出犹豫不决，这给了俄罗斯发动攻击所需的时间。他推测在这个故事中，我的预期是普京将在不停火的情况下开始告诉特朗普，我们需要会面并讨论一切。他们将开始为特朗普和普京之间的会面做长时间的准备。在过去几天里，俄罗斯军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顿涅茨克和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推进。乌克兰军事专家指出，乌克兰军队指挥部尚未找到遏制俄罗斯军队推进的方法。在普京和特朗普谈判之后美国总统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解决冲突的接触应该以双边形式进行。5月21号，克里姆林宫网站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20日星期二视察了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这是该地区彻底解放以来普京首次视察该地区。在这个会上普京毫不掩饰地说俄罗斯将要占领苏梅，占领乌克兰的苏梅州。库尔斯克州的州长说苏梅必须是我们的，我们不能像在半岛那样生活，我们应该更大一些，至少在苏梅有您作为总司令，我们一定会就是给普京拍马屁。普京说，这就是他们选举亚历山大·叶夫谢耶维奇的原因，他也想要更多。你看这俄罗斯人这种侵略别国领土占领别国领土，就是赤裸裸。如果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这样的行为得不到遏制，得不到惩罚，如果他们势如破竹一路得逞，不光乌克兰这个不保，整个欧洲都在战争的阴影。我看现在欧洲有人还有绥靖的，特朗普还在跟
们普京啊眉来眼去。这普京侵略两个字就刻在脑门上，他们都看不出来。这个普京在库尔斯克啊会见当地志愿者居民的时候啊，他说啊，乌克兰啊摧毁二战纪念碑是白痴行为。并且说啊，说乌克兰蠢到即使在白痴比赛中也不能拿到冠军，只能屈居第二。他说我们在和什么样的人作战已经很清楚了，如果他们能公然摧毁二战时期的纪念碑，这已经说明了一切，这足以让我们有理由判断这些人带有新纳粹主义意识的形态。这能怎么理解？确实如此，就这样吧。普京还说啊，他们甚至在白痴比赛中只能得第二名，为什么？因为他们行为太愚蠢了，彻底暴露了他们的本质，就是白痴，这就是事实。大家看视频啊。Понятно, с кем мы воюем. Да? Если даже напрямую уничтожают памятники времен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Понятно. Вот это дает нам все основания говорить, что это люди с идеологией неонацизма. Что же еще там? А как по-другому определять? Так и есть. И даже они и на конкурсе идиотов заняли бы второе место.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идиоты делают то, что они делают, они показывают, кто они такие есть. 这个首先啊，这普京很有意思啊，身边又坐着一位美女啊。普京说乌克兰啊参加白痴比赛也只能得第二，这我想知道啊，那谁得第一呢？按目前这个形势啊，那第一当然是俄罗斯，当仁不让，明治实归啊。还有比俄罗斯更蠢的吗？21世纪的今天啊，每个国家都在想着怎么发展经济，怎么搞高科技，对吧？怎么在搞3纳米，怎么在搞人工智能，搞得不亦乐乎啊，对吧？有俩国家都掐起来了，都在搞经济啊，玩命。只有俄罗斯啊在窥探惦记别国的侵略成性。俄罗斯周边这么多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被他侵略过的。俄罗斯从一个170平方公里啊170万平方公里的一个莫斯科大公国，现在到对吧1500万还是1700万平方公里，领土扩大了10倍还不满。他要这么多领土有什么用呢？不就是浪费吗？俄罗斯人均资源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俄罗斯什么都有，但是他就是经济不行。为什么经济不行？因为一切都可以抢，他为什么还要去发展经济？抢了领土，掠夺大量的领土，领土里面有石油、天然气，有矿产，挖出来就卖，搞什么科技啊？所以说啊，一个这么好的就是资源禀赋这么好，幅员辽阔，而且啊人口它又不多也不少，对吧？1.4亿人口，说多不多啊？但是说少也不少啊，世界上也算是大国，对吧？这么基础条件这么好的一个国家，他不发展经济，他非要去抢，他非要去做强盗，这难道不是愚蠢吗？这难道不是白痴吗？他说他第一，谁敢跟他争啊？哎，这样的国家，你就把全世界都给他，有什么用呢？把整个欧洲、整个亚洲都给他，他还不会满，他还要非洲，还要美洲。5月21号，德国联邦议院国防委员会主席齐默尔曼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将乌克兰纳入俄罗斯帝国。他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对俄罗斯国家元首提出这一指控。齐默尔曼说啊，普京想要恢复俄罗斯帝国，早在20年前他就将苏联解体描述为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他来说，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包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齐默尔曼表示啊，继乌克兰之后，普京将接触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然后是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同时，这位德国联邦议员强调，普京并不打算与欧洲人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而希望将俄罗斯视为与美国完全平等。齐默尔曼呼吁德国总理莫尔茨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他表示，希望梅尔茨不会躲在公式化的妥协背后，而是承担起欧洲领导人的责任。德国人啊，一针见血地指出啊，普京就是想恢复俄罗斯帝国，一切的一切都是普京的借口。还有比普京更露骨的啊，那就是普京的顾问叫安东·科比亚科夫。哎，这个顾问可厉害啊，为普京提供理论基础啊。我看他比这个俄罗斯的大脑普京的这个导师啊杜金还要厉害。这个利比亚科夫说啊，苏联在法律上仍然存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是内部过程。你看看，也就是俄罗斯啊侵略乌克兰，那是内战。科比亚科夫声称，苏联解体是违法的，因为解散苏联的并非由创建它的统一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因此在他看来，苏联仍然合法存在。基于此，利比亚科夫认为，乌克兰战争不是一场国际冲突，而是一个内部矛盾，也就是内战。所以你看，俄罗斯人就是这么强盗逻辑，就是这么霸道啊！这样的国家如果不解体啊，那
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个毒瘤啊！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的黄俄就这么死心塌地的要支持俄罗斯。黄俄以前呢支持俄罗斯的理由是俄爹，对吧？要带领我们跟美国对着干，这是加藤老师说的。普京率先举起了反美的大旗，但是普京和特朗普通话，口口声声，对吧？万言欲圈的是要跟美国关系正常化，是要跟美国做生意。哪一句提到反美啊？那个杜金啊，每天就是宣传普京啊，什么反霸权主义，要世界多极化，忽悠那个什么大国的那一些这个头部黄额啊，那个什么复旦大学的那些所谓的精英，脑子是洗秃噜皮了，什么宣传普京啊，什么世界多极啊，普京跟大国一起反对美国的霸权。结果现在普京跟特朗普两人打电话都舍不得挂电话呀，两个人互相称绅士啊，互相问候对方老婆啊，亲密无间。所以说指着啊跟俄爹两人一起去什么反美，那你是想多了。我们再看看外交国际援助，乌克兰的外交部部长西比加呼吁欧盟加大对俄罗斯的经济压力，要求将俄罗斯石油的最高价降低到每桶30美元。他在布鲁塞尔欧盟外交事务部长委员会会议之前，在布鲁塞尔说了这一点。据他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限制，因为普京继续战争。而这个芬兰的外交部长叫瓦尔托宁，他说啊，应加强对继续在乌克兰发动战争的俄罗斯的制裁，尤其是通过降低俄罗斯石油的最高价格。瓦尔托宁认为，加强制裁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从目前的每桶60美元降低。他指出，最近几周石油市场价格下跌，因此应该降低价格上限。芬兰外交部长表示，我认为价格甚至可以低至4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降价都是有益的。据瓦尔托宁称啊，多位7国集团成员国已准备好降低价格上限，但这完全取决于美国。部长称，我们目前正在等待美国立场，他们是否想加强对俄罗斯的限制。但是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无异于对俄罗斯加大制裁。纽约时报报道啊，特朗普与普京通话后放弃对乌克兰的战争。特朗普说啊，这不是我的问题。美国总统告诉泽连斯基和欧盟领导人，基辅和莫斯科要在没有华盛顿干预的情况下自行找到解决方案。尽管欧盟提出要求，他还是拒绝支持对俄罗斯联邦实施新的制裁。据参与闭门谈判的人士称，特朗普无意加大对克里姆林宫的压力。当地时间5月20号，美国政治新闻网报道，美国反对在7国集团财长会议的联合声明中加入进一步支持乌克兰的表述。报道称，美国方面不希望公报中出现任何暗示支持乌克兰的内容。此外，美国还反对将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称为非法行动。特朗普现在还沉浸在普京啊给他画的大饼之中。特朗普仿佛被普京催眠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特朗普能醒来啊，能够认清啊普京的这个嘴脸。这个卢比奥啊，似乎啊看上去是特朗普这个小集团里面头脑稍微清醒一点，就稍微正常一点。5月20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要北约国家满足乌克兰的防空系统需求。卢比奥说啊，美国没有多余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给乌克兰，北约国家也不愿意放弃他们的防空系统。卢比奥还说，俄方将拟定与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所需条件，俄乌冲突必须通过谈判而非军事手段得以解决。这卢比奥说啊，俄乌冲突的关键问题是这个卢比奥他说俄罗斯想要一些他现在没有也没有权利得到的东西，而乌克兰想要一些他无法通过军事手段夺回的东西，这就是问题的本质。你看卢比奥说的啊，好歹还是显得大脑正常一点。他指责俄罗斯啊，就是想多了。俄罗斯想要一些他现在没有也没有权利得到的，说来说去就是领土。乌克兰想要他无法通过军事手段夺回的东西，那也是领土。所以他说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以卢比奥说啊，乌克兰冲突只有外交解决办法，而没有军事解决方法。他认为乌克兰危机必须通过谈判来结束。这个卢比奥一再强调啊，他说美国啊及其盟友也缺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速度跟不上，消耗速度比补充速度更多，强调美国正在与拥有爱国者系统的北约盟国合作，将导弹运往乌克兰。乌克兰对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满意，这种美制防空系统不仅能够拦截伊斯坎德尔和口径弹道导弹，还能拦截匕首和锆石超音速导弹啊，前者属于空射弹道导弹，后者则属于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一直没有足够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拦截弹。那个卢比奥的意思是，美国自己也缺，美国的生产速度跟不上消耗速度，所以美国现在正在跟其他国
国家拥有爱国者系统的盟国合作，把这些导弹运往乌克兰，至少说明卢比奥不反对向乌克兰提供这种爱国者防空系统，所以显得这个在特朗普的这个不着调的这个班子里面卢比奥还正常一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与挪威首相斯特勒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就深化双边合作达成多项共识。泽连斯基表示挪威政府已承诺向乌克兰提供近80亿美元财政援助，其中部分资金或将优先用于扩大本土无人机生产，并感谢挪威支持这一提议。这挪威这个援助的力度可不小丹麦宣布向乌克兰提供6.35亿美元无偿军事援助，其中大部分资金将用于维护乌克兰的 F-16机队。丹麦已经交付了一批 F-16这个战斗机据说是12架加上配件，丹麦一共要交付19架。捷克外长利帕夫斯基在欧盟外交事务理事会发表声明，对俄罗斯再次拒绝停火表示强烈反对。他警告所谓作战暂停的背后真相，并呼吁欧洲继续通过制裁和援助乌克兰。捷克大家也知道，乌克兰的这个155毫米炮弹现在基本上就靠捷克到处全世界采购德国总理默尔茨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后保证将继续援助乌克兰，并继续向俄罗斯施压以结束战争。他在社交网络平台 X 上写道，在这个问题上，欧洲和美国非常团结，我们将密切支持乌克兰实现停火，欧洲将通过制裁和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在美国总统与普京谈话后，我们与他就此达成了一致。所以欧盟的第18轮制裁正在策划之中按照卢比奥的说法他说预计俄罗斯将在数天内提出与乌克兰停火的大纲，以便华盛顿评估莫斯科是否对实现和平持认真态度。卢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很快，也许在几天后，也许在本周，俄罗斯方面将提出他们希望看到的条款。卢比奥说，这一时间表来自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话，以及他自己上周末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对话。卢比奥的意思就是几天以后普京就要提出他的停火的大纲你把你的诉求写出来，然后美国人特朗普和卢比奥他们根据俄罗斯人的诉求来判断俄罗斯到底有没有诚意停火就这意思卢比奥说我们希望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相信俄罗斯人提供的条款清单将告诉我们他们的真实意图。如果它是一份务实的条款清单，就可以按照它来行事；如果他提出我们认为不切实际的要求，我认为它就是象征性的。也就是你看卢比奥说话好歹显得有点正常，不像那特朗普一味的为普京洗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法国扩大对俄制裁，并向基辅政权提供援助，领导了西方主战派。扎哈罗娃说近几个月来，法国人实际上领导了整个西方主战派，不仅向基辅政权提供全面援助，而且你看他们已经和英国人一道，试图扮演新纳粹独裁基辅政权的主要监督者和赞助者的角色。这个主要是法国的外交部长前一阵子他在那个电视台说他说欧盟和美国必须通过制裁压力来扼杀俄罗斯经济。这个法国外长巴鲁在评论美国的制裁计划时表示切断俄罗斯的收入来源将扼住俄罗斯的喉咙。巴鲁总结说美国和法国必须准备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的制裁。所以这个显然刺激了这个俄罗斯人。扎哈罗娃就开始说就是这个法国人领导了西方的主战派。俄罗斯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欧洲呼吁必须在乌克兰无条件停火，目的是利用这段时间重新武装基辅。拉夫罗夫在与亚美尼亚外长米尔佐扬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称，马克龙及所有部长都对俄充满仇恨，称俄罗斯是导致乌克兰问题无法调解的唯一问题，而他们自己所理解的调解只是至少1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无条件停火，以便他们能够在平静的环境中进一步武装乌克兰，让乌克兰能够加强其防御阵地。大家还记得吧，就是几天前乌克兰的这个情报总局他说俄罗斯19号要试射一枚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能够携
带8到10枚分弹头，这是大杀器啊！在俄罗斯叫 RS-24，叫雅尔斯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啊，截止到现在啊，已经3、4天过去了，似乎没有看到动静。包括防务快报在内，多家媒体报道称，俄罗斯军队原计划在当地时间5月19日晚试射 RS-24雅尔斯洲际弹道导弹，但截至目前都没有看到任何发射迹象，既没有官方消息，也没有现场画面，推测本次试射很可能已经失败或取消。俄罗斯军队上一次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还是去年9月份在普列谢茨克试验场发射 RS-28萨尔马特，这是 SS-18萨弹的俄罗斯版本，但那次试射已经被证实失败，导弹甚至都没有发射出去，就在发射井内自爆，炸出一个巨大的弹坑，整个试验场被摧毁。那是萨尔马特至少第4次试射失败。我记得咱们节目也介绍了啊，这个当时萨尔马特试射，人家啊觉悟高，萨尔马特弹道导弹一刻也不能离开他的祖国，他说他的祖国啊一刻都不能分开，所以他就在井里自爆了。所以这个萨尔马特啊对这个俄罗斯祖国母亲的这个眷恋之情。那么这个5月19号试射的雅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那也是对俄罗斯这个祖国母亲的眷恋，也与他的这个祖国一刻都不能分开，所以他也没有出井啊，直接就自爆，不想分开。所以即便有这么多媒体啊，这么多卫星在盯着，居然没看到任何发射迹象。这个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啊，虽然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是俄罗斯毕竟不富裕啊，俄罗斯的经济体量就对吧，相当于河南呢，反正比广东少，那也招不住这么失败。所以说俄罗斯还是收了神通吧，对吧？你这再射把裤衩子都射出来了，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啥也不是，啥也没有。这本来是核威慑，对吧？你吓唬人的，结果你吓唬人没吓唬着，把自己裤衩子整掉了，图啥呢？现在裸奔，那玩意不发射，放在井里摆着，还挺唬人，个头大呀。那美西方的间谍卫星一到那儿拍几张照片，实时监控，这回你玩脱了，自爆了。我们再看看这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啊，他说大国啊大幅增加对俄罗斯 ATM 机供应。5月21日消息，2025年4月，大国向俄罗斯提供的 ATM 机数量增加了2倍。俄罗斯媒体援引大国海关数据报道了这一消息。俄罗斯从大国进口了854台 ATM 机，是上个月的3.1倍。大国 ATM 机月出口总重量达431吨，增加了3.4倍。这些指标是自去年12月以来最高值。犹如交货量大幅增加，俄罗斯成为 ATM 机采购商中的佼佼者啊。也就是说这么多国家都向大国买这个 ATM 机啊。巴基斯坦是93万美元，阿根廷是87万美元，泰国是82万，尼日利亚是80万美元。俄罗斯是当仁不让排第一啊。2022年之前，俄罗斯银行主要使用美国和欧洲的 ATM 机，那个时候他是不用大国的啊，大国你再好再便宜人不要，他是后来被人制裁，被打的没办法，美国啊欧洲不卖给他 ATM 机，俄罗斯不得不改用大国 ATM 机，然后啊尝试进行进口替代，也就是他自己俄罗斯叫国产。2023年俄罗斯在莫斯科建立了一个生产设施，目标是年产15000台 ATM 机，这些机器配备了俄罗斯自己的软件，并采用俄罗斯国产的微处理器，那质量就可想而知了啊。这个说到 ATM 机啊，大家都清楚啊，这玩意在大国妥妥的是产能过剩，因为大国已经淘汰 ATM 机了，但不能说淘汰啊，就是储户啊很少用 ATM 机，可以预见啊未来是吧，就是使用频率越来越低，因为现在都已经进入无现金社会了，都是手机支付啊，就极少情况下才要取现金，这是大国的一个现状。那大国的 ATM 机产能的肯定是过剩的，这卖到俄罗斯也正好，要不然怎么消化呢？多少人失业啊？反过来再说啊，这俄罗斯打仗打的连 ATM 机都生产不了，你就可见这国家科技是什么水平。再打呀，俄罗斯就要打到原始社会啊。以前赖以恐吓威慑别国的这个对吧洲际导弹大杀器，事实证明不过是个样子货啊，仅仅是吓唬人的。一个连 ATM 机都生产不了的，你还指望他搞什么高科技呢？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